上前后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2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新光病院前副院长黄宏安，因为涉嫌国部机要柜洗钱案，逃亡去美国。传出4个工前，伊伫美国加州过身，死伫家己自用的轿车内底，食到74岁。伊的小弟黄中安医师是证实这项消息。详细的消息是，南加州的法医是证实讲，黄宏安是因为着枪死亡。新光病院前副院长黄宏安，因为讲到前总统淡水边的所个礼券案、所个经营权变甲海外洗钱案、几落项备案，伫2008年11月走到美国，也被发布通缉。这礼拜传讲，伊伫美国加州过身，享受74岁。他儿子就是跟我证实说，因为他这个案子就是先失踪3、4天，大家都没有得到他的回音。因为他是独居老人嘛，所以大家都会去关心他。3、4天没有，他们就去报警了。后来才发现之后，就在停车场里面，自家里面的停车场，就死在车里面。黄宏安伫美国是住伫咧加州，伊后生是住伫咧佛罗里达州。不过，伊有缘甲台湾的亲戚朋友有联络，关心国内疫情。伊的小弟黄中安讲，2008年了后，差不多每年拢会去美国来看。2019年1月才去来看过，有可能是食安眠药啊，甲啉酒造成意外。我的推测是因为他有服安眠药和酒的习惯，对下去开车不知道说这个药物发作的那么快，所以他就坐在车子里面连发动也没有就睡着了，就一直睡下去了。对。结果人家才去发现的，因为他3、4天都没有联络。涉及变甲洗钱案的黄宏安，传讲伫美国死亡，前总统淡水边伫背后伫 FB 发文道歉。伊讲黄宏安迄当阵反映和平边无应该放弃，了后也负责协调专职病院，为了要安打医护人员，伊讲写好遗书带入去专职病院，会当讲是对抗煞世无名英雄。黄宏安被检方通缉，是考到民国123年，伫今早已经甲案件移交予台北地检署。北检会透过司法合作了解黄宏安是毋是真正死亡，若消息正确，会做无起诉处分。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带过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2个大病入境的病例。好消息是，咱已经连续4天无出现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目前也袂使放零。另外，针对桃园病院的群组感染，指挥中心有去验病毒，发现是同款的病毒，感染源是同一个，无毋对。玻璃桃园病院的群组感染案，2倍各一届无新增加本土个案。指挥中心嘛公布感染者的基因定序结果，这件群组感染的源头第881例，美国境外移入的个案，然后分别指出第838例住院医师、第839、852个护理师，还有第856例主治医师确诊。经过检验，5个个案基因定序拢是一致。拢是有带伫614G 甲 L452R 突变，是最近新增加的第868、869、885、889四个案例病毒定序结果，嘛拢甲前4个同款有带2个病毒变异伫614G、L452R。那目前889它虽然说没有办法全长完整的定序但它其实也大部分的基因都可以被我们给找到，所以我们只是拿说它同时带有 D614G 跟 L452R 这个突变来说明，就是说它跟其他的这些案例事实上都有同样的一个病毒特征。指挥中心表示，所有个案拢要查清楚，而且追踪到确定的感染原因并不简单，不过目前至少确认同一个感染源的可能性上悬。虽然各一届无新增加本土个案，不过也是有2个境外移入的确诊，拢有提坐飞轮机前3天的检验阴性报告。一个是台湾籍20多岁的男性，第895例，去年10月份去美国，1月24返来台湾，1月25出现鼻部芳草，安排就医采检了后确诊。若是第896例，是台湾籍30多岁的男性。去年8月份去德国读册，1月22回国了后，2、5、26小连续出现头壳痛、发烧、流鼻水，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采检确诊。飞机前后2排，列居家隔离，那然后机组也有适当的防护，所以列自主健康管理。但市长强调讲，本土疫情是向好的方向来发展，就算4天无新增加本土个案，也是袂当放零。这礼拜也是重点观察期，第一个观察点是伫咧2月初4，过了后会阁做一届全院性的采检。记者综合报道。
通病院关注感染头一批接触者，在医护人员14天的隔离已经期满。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目前有229个医护人员解除隔离，也毋过暂时毋免登去病院上班，先提出来待命，搁再找时间，甲病院内底医护人员交换班。玻璃汤病院爆发新冠肺炎群组感染已经2礼拜，汤市2礼早起召开防疫会议，莲花电子、关正3台主换3消毒机予波头病院。市长齐英莲也经过细心参与关正仪式，并且表达感谢。我是桃园医院医院长，在这边呢，我代表医院呢，向所有与会的贵宾，所有资深的东西呢，都给我们会做最大的一个使用。我再一次代表医院，谢谢大家，谢谢。对各界关键物资院长表达感谢。即马波头病院第一批隔离的医护人员陆续出关，若采检是阴性，就会当解除隔离。人员的解隔离的人数有229人哈，由副院长带领，会形成等于是一个预备队，好，那然后跟院内的人能够将来能够再适度的交换，那交换前当然都会检验过。指挥中心说明，老爷的病人已经下降到118人，无需要遐尔侪人登去上班，会先请解除隔离的医护人员伫厝待命，并且进行自主健康管理，也减少来病院工作人。基本上除了前进指挥所这边有指示说需要特别前来医院协助的一些员工哈，那比如说来协助采检，否则基本上都是在家先待命哈，没有特别要他们现在回来上班。那其实现在留院的病患数也已经下降到只有118人哈，所以整体的医疗业务上面没有那么的需要这么多人现在回去上班。另外，伫科大会所部分2次下昼，有20名医护人员坐专车前往检疫所伫厝隔离，爱到2月初才期满。汤市长陈文才说明，营养部头专按科大会所，南北各有一个采检点，会由卫生局负责接送甲采检，一般民众自费采检有5个所在，包括长庚、民生、联心等病院，拢会进行分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大陆冷气团昨到贵，今仔日温度下降，来看温度。受强烈冷气团的影响，气象局有针对台南以北15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今日是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是15度至18度，中南部高温有24度左右。因为水汽较减，所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只有东半部、北部山区有局部低接雨。这波强烈冷气团明仔日是就减弱，温度就会豆豆回升。不过各地早暗也是较寒，嘛爱说日时暗时温差较大。空气品质的部分，今日早起东北风会甲境外污染物吹到咱台湾。西半部空气不好，中部是柑仔色的提醒，云嘉南、高雄、屏东是红色的警示。高雄昨昏发生小规模的地震，伫新兴区有一栋5层楼仔悬的楼仔厝熊熊崩起，加载无人受伤，崩起的原因还佫调查。监视器记录到2日下晡4点外，高雄新兴区北德路一栋5层楼悬的建筑，铁壁壁熊熊落落来，坐落来阿妈土壁嘛规个崩落来。现场蒙烟散布，外面看起来真惊人。好加在迄当阵无人伫咧路呢。警消接到报案了后，随来现场叫封锁线，管制人员出入。会当看到大面积的阿妈土落伫咧土骹，赶紧走出来。人甲车拢无法度过，还佫有汽车去用地着。一粒掉下来，可能地震啊原因来看啦，就小石头就掉下来，掉下来，一下子就规个人喊了，很大声啦，喊了安尼。熊熊放落来去互惊到，居民看起来拢真惊吓，嘛烦恼讲暗时也无所在通困，有部分主体是去落落来阿妈土捡到，住户大部分拢是老大人，警消烦恼因的安全，甲人带去安全的所在。高雄市长陈其迈暗时嘛赶来现场了解状况，慰问互惊到的老大人，嘛只是赶紧疏散安置。代志发生的地点是已经停业真久的旧金日戏院。倒去外壁超15公尺长，宽10公尺，若是外壁是安怎会熊熊崩起？警消初步解破，无排除讲甲高雄一港2届地震有关系，毋过崩起的原因也该等待相关单位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临时会昨昏完成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协商，计共3662项提案当中，8项经过各部会参详协调，最后是保留127案，今日下晡要进行表决。来看联合报，将公务员听解委员会委员长赵木钦甲好业身体人有无正常的往来，洪丹旭。
看出更较侪无规矩的法官。司法院昨昏召开人事审议委员会，经过7点钟的讨论，决定要甲前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林基福等6个法官送监察院，其中有3个法官一定的司法奖章甲奖金拢要甲讨回来。来看《中国时报》。买到永远修理袂好的车是足型的。经济部昨就公布讲汽车定型化契约的修正案，针对新车也是中古车买到的半年内，也是使12000公里内出现重大故障拢修理袂好，会使要求换车也是退钱。新制度伫今年7月份要实施。来关心有一个伫桃园病院做事的清洁工，讲伊落厝边刀。王屁上伊的压力真大，有一个负责人讲，伊捌去过桃园病院看医生，健保卡内底有红标记，所以去北京病院说互医生拒绝不爱甲看。那个当下会让我觉得说，我会想要哭的感觉，因为我是被拒绝在门外，我会很难过。讲到满腹委屈。这名世代负责人有心律不正的老毛病，过去拢到部头医看病，最近身体无爽快，再到民生病院看病。伊讲院方因为健保卡显示部头患者刷无被收，搁转往南口登记病院，方要求爱先采检才会当看病，也捌互警会大声话爱离开，互伊真受伤。视讯诊疗的平台，然后下载这个 APP， 然后透过这边有安排急诊的专科医师先行评估，那如果有需要就医的话，卫生局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协助。卫生局强调，会当透过远距咨询 App 也是卡1922协助，也毋过病院反驳无寄收歧视任何患者，因为指挥中心定制启动部头专案，包括部头看诊的民众健保卡拢会特别注记，也毋过也强调注记只会保留21天，检测期满就会随转读。另外，感受风技师的也有因。拍开粪扫地，详细分类包装，伫部头上班的清洁阿伯辛苦工作，心中有苦讲不出来。我们社区里面都都看不起我们，只要听到我们是在省桃上班的，每一个都不敢跟我们接近。因为伫部头工作，厝边唔敢挖紧，也阁有各样的监工。这种歧视的气氛，让部分的清洁工挡袂住压力，陆续提出离职。但是中也讲，离职量确实有增加，145名清洁工已经有20人离职，挖紧1/7。也透过关怀，那也加发上班的津贴，那比照正式员工就医福利等方式予以稳定跟慰留。他也是身体在防疫里面非常重要的人员，去多给他们一些鼓励。清洁人员负起变数环境，伫整体防疫也负起重任，也可能处伫病毒威胁中。但是中强调，将透过病医关怀、加发津贴来慰留，也呼吁民众以鼓励代替偏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例，死亡人数有21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2例，目前是895例。中国的病例有89000例，香港超过1万例，伫日本超过38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600万例，印度超过1000万例，巴西超过899万例。欧洲的国家伫法国超过300万例，英国是超过375万例。欧盟进前有要求药厂阿斯特捷利康以放射爱准时交货。若西班牙、巴塞隆纳因为辉瑞甲莫德纳药厂的预防射即马已经无够啊，注预防射计划爱延后。若伫荷兰开上久的动物园，因为疫情的关系了钱，无钱搁饲动物啊，有的动物后个月要送去法国饲。咱来关心欧洲的疫情。伫巴塞隆尼亚圣保边有一寡医护人员已经先后做过2剂预防射，算运气袂歹。伫咧加泰隆尼亚也有差不多1万人，虽然做过第1剂预防射，却无法度做第2剂。卫生官员艾吉蒙讲，是因为辉瑞、BNT 也有莫德纳预防射延后交货，库存的预防射1礼拜就用掉。Paramos de dar la primera dosis por el problema de abastecimiento de dosis por parte de Pfizer. 西班牙官方的数字，即马全国已经用掉140万吨的预防射，占现有库存量的78%。过去1个月新增加确诊超过74万，创新纪录。
有一寡医护人员伫咧无预防性保护下，也是会继续收治各种病人。加州报告有退休的护理师也倒来到3工。伫德国柏林这间病的医护人员，正经历自去年秋天以来第2波疫情。过去这1年，因的生活拢伫咧甜过头甲应付感之间，这嘛已经会当应付更加坚强。Die Patienten, die einfach nur auch an Covid erkrankt sind und auf einmal werden die wach und befinden sich in einer Situation, wo die sind, es ist einfach nur ein Tubus im Mund oder ein Tubus in der Trachea liegen und fangen an zu weinen. Das ist schon ein Hinweis für mich, dass es einfach nur eine sehr dramatische Situation. 伫荷兰阿姆特丹上古老的动物园之一阿提斯动物园，2倍宣布袂搁再饲狮，因为疫情造成严重的亏损，无钱通负担狮的成本。园内2只母的甲1只公的狮，会伫2月最近送到法国的动物园。就算疫情结束，可能也无法度转来。动物园讲，2020年入园的人数减少5成，这嘛是完全无开放。不过每工固定的成本是6万欧元，换算代表203万，到这嘛已经亏损差不多代表6亿7千万。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小组去中国的武汉要调查病毒的源头，目前已经结束14天的隔离，要开始做调查。不过，因是发现讲，中国破病死亡的家属，即马互中国政府限制，要求袂使讲出事实。中国暗中在阻碍调查。WHO 的专家小组就是到中国武汉要进行病毒溯源的调查，伫饭店进行14天的隔离了后，2被解除隔离，坐马术离开。其中一个成员表示，隔离期间因一直甲中国的专家来进行实性会议，所以来双方的做伙开始实地工作。毋过为着应应这项调查，加巴的武汉市致病死亡的人，因的家属伫咧社群媒体群组去互查访，家属故意去互官方压迫，嘛要求要甲社会专家来见面，来听因恐怖的经验。他们害怕这些家属。和这些世卫组织的专家取得联系，知道吗？张海爸爸去年致病死亡了后，伊向500省的法院来提告，追究当地政府甲病院有关人员的责任，而且要求赔偿。毋过法院拒绝受理。张海后来阁要求政府公开疫情资讯，嘛无消无息，希望世卫专家唔通受到外界干扰。毋过世卫组织也未回应见面的要求。如果他们不敢见这些受害者家属，那我就始终认为，这个世卫专家谈嘛，那就是在武汉的调查，那就是一个作秀、走过场，那就是糊弄全球的人。过年的特别9月2日嘛是春运开始的头一天，首都北京机场甲火车头的各大车头是加强防疫，人潮无像英国遐济，佮加上中国官方带来倡导就地过年，荷包农药官佮发出各专关的通知书，爱全国的人轮点伫厝，各庄仔头家业打出不准外地做工课，全民等来厝里过年，违反指令的人后果在家己负责。黑龙江省新增确诊病例28例，分布在绥化市望奎县17例。根据中国卫健委的公告，日前新增加确诊病例54例，其中乌龙岗28例上济，吉林9例，河北3例，陕西1例。乌龙岗的疫情真严重，毋过官方记者会却也是无公布确诊者的行动卡热，嘛引起中国网友操烦，嘛呼吁政府爱重视。因嘛表示，无希望倒一天就向去防风区。记者综合报道。搁无到半冬，东京奥运就要举办。国际奥会是支持日本爱继续举办，嘛对外表示讲，因已经提出防疫措施。毋过东京最近的疫情有压起来趋势，嘛引起外界关注。这是日本新的船官换东京都的船客市，相关单位正咧演练大规模为民众注新冠病毒疫苗进行。根据目前的统计，日本这一波疫情，伫单日新增加确诊人数比1月初9的7800多人小可下降。不过，日本政府速报人员显示，超过3900人伫过去24小时内确诊，其中1064个确诊病例出现伫东京都。因为自2020东京奥运伫去年疫情之下被迫延期1年，即马离开幕日已经剩无到6个月，新一波的大规模感染继续增加，大家拢关心奥运期间1万名运动员甲随团的对职员，也有真侪观光客健康安全。国际奥会就表示，坚定支持东京奥运伫今年7月23按期开幕。佮强调，假使疫情状况无稳准，会以运动员甲教练者对职员的健康作为优先的考虑。
we took already the measure that these 10,500 athletes will not be there in the Olympic Village at the same time by reducing the stay of the athletes to 5 days in principle, and having a kind of a wave system. The same then will of course apply to their coaches and officials and others. 面对疫情破开，家己要教会的东京奥运也搁如何重振经济甲维持社会秩序。虽然医学界代表大声呼吁，唔通凊彩解除防疫的紧急状态，不过各界议员传出，希望紧急状态唔通搁延长的声音。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疫情烧一冬，已经造成全世界218万人死亡。不过这也唔是上邪力的。有美国科学家提出一份合作每日时钟的报告，讲咱人会灭绝的期限，甲旧年同款，咱只剩100秒的时间。因为核子武器、气候变迁，这拢比疫情更加危险。芝加哥大学原子科学家公布最近的末日时钟，而且发表上新年度报告，显示针对离世界毁灭的午夜大旱，甲去年同款维持伫倒头算100秒的历史上近时间点，说明指出新冠疫情确实严重影响人类生活，不过未造成灭绝。真正危险是核武甲气候环境变迁。COVID-19 will not obliterate civilization, and we expect the disease to recede eventually. Still, the pandemic serves as a historic wake-up call, a vivid illustration that national governmen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unprepared to manage complex and dangerous challenges like those of nuclear weapons and climate change. 希基的末日时钟是伫1947年诞生，每年1月因应世界局势调整离午夜末日的期限。上头先存的时间是7分钟，后来经过14摆调整，上远是1991年美俄签署减少战略武器了后17分钟。2018年因为北韩南亚核武危机恶化，调整到离午夜2分钟。去年因为中俄导弹条约终止，美国伊朗局势紧张，各减做100秒。今年无进无退，原子科学家公布，呼吁各国政府对抗疫情的同时，要继续推动热能加废除核武。对老百姓来讲，生活无法度继续是末日。法国尼斯一间餐厅，刚刚违抗防疫封锁令营业，援助的顾客用消费行动支持，也个乐观为头家分担罚款。Moi, je suis là, je suis un élément déclencheur. Si ça peut donner la force et le courage, notamment aux restaurateurs. 在泰国庙市是民众生命上大安慰。在疫情之下，首都曼谷的邦纳奈市，逐天有100名信徒来祈福转婚，方法真特别。提花倒入去观察、看步、听会修念经，象征死国重生。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欧洲的智库公布全世界防疫表现的排名，咱台湾伫98个国家也是地区排世界第3名，敢若是纽西兰甲越南。来关心联合国世界观光组织讲，肺炎的疫情害全世界的旅游业伫去年损失1.3兆美金，大约是37条新台票。嘛讲去年是旅游史上起草上凄惨的一冬。来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任了后，头一摆甲欧盟的外交部长通话，双边同意未来伫中国议题顶悬要继续合作，会徛共平。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也被提名人汤马斯·格林菲德对外表示，要继续支持台湾对抗中国。咱外交部表示感谢。另外，美国的国务院是暂停前任的总统川部分的军事案，安尼敢会对咱台湾造成影响？咱外交部表示，目前也无收到通知。那国防部是回应讲，一切拢有照期间来进行。美国新锐高校连续上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针对汤马斯·格林菲德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人数案来举办听证会。因为最近这几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力是一直增加，真侪议员关心美中台的议题。汤马斯·格林菲德是表明支持台湾的立场。Now, Taiwan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democracies in the region, and we need to support them as a democracy and stand by them as a democracy and provide them the security that they need to push against any efforts by the Chinese to
compromise their security. 但是提名核准，伊表示会拍拼甲参议外委会来合作，伫联合国反制北京，而且抵抗中国政府想要伫联合国决议案当中增加有害文字，也是甲联合国的重要职位，拢安排中国人等等的作为。外交部针对这件代志嘛表示感谢，嘛期待甲美国新政府的关系更较深化。WHO 逐天公布各国的确诊人数，甲台湾归伫中国下骹。外交部已经向 WHO 甲 WPRO 来表达严正的抗议，要求修正。若是美国国务院暂停执行部分军售案，感谢影响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的回应指出，台湾甲美国沟通的管道真顺利，目前无收到通知。我们目前没有收到任何美方通知要更改对美国对台军售任何的改变。我们从美方那边得到不同的一个管道，都是美方再三向我方来保证对于台湾的承诺不变。国防部嘛表示，目前所有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案，拢照相关军售定数咧进行。若是根据了解，目前美国暂停的军售案当中，上大宗就是价值230亿美金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50只 F-35战机的军售案。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军机伫透来扰乱咱台湾，昨昏阁飞来咱的西南空域。另外，中国国台办是对外宣布讲要禁止咱台湾的肉品入去中国。针对这件代志，陆委会是批评中国咧空思妄想。因讲从2014年开始，中国早就禁止啊，早就无销去中国啊。中机一直绕台自别早起，阁出现多架次多空战，甚至台湾西南空域军事备记录到9点39分到45分，无到10分钟到3摆广播驱离。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64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国加上10点27分一早起4摆广播驱离，当时白沙海峡有美国海军 P-8A 加美国空军 KC-135通过。根据统计，1月进入台湾空域17天广播驱离记录83摆。中国对台一直出招，今年台湾开放美国内地进口。中国国台办27宣布，严禁台湾生产或者是经过台湾转运的肉类产品输入中国。国批评网络红人报恩讲，将内地做成肉腐卖予中国，是恶毒的想法。陆委会回击中国的讲法混淆视听。那么加工品从2014年底之后就被中国大陆单方面以台湾有禽流感等问题停止出口到中国大陆。那陆方对于我后续的询问都不曾回复，所以目前为止，我方也没有进口含有来剂的国外猪肉，所以更没有进口这个来剂猪肉再加工出口到中国大陆的情势，所以昨天国台办混淆视听的扭曲说法并不存在。行政院秘书长李炳干也指出，这摆国台办的宣布实际上并无伤过大意义甲冲击，而且101个国家拢进口内地，确实只对台湾肉品下禁令，逻辑上有矛盾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咱台湾出现本土病例了后，就有一寡假消息乌白团咧人教相加，亲像是讲火车无要停中立甲桃园，这是假消息。佮讲啥物行政院要分1万块的疫情援助金，这嘛是假消息。散布假消息会害家己真多。玻璃糖病院最近爆发新冠肺炎群组感染，各界拢在拍拼防疫的同时，马路口传出其他病院也有群组感染的假消息。当局长陈文灿立被表示，若讲谣言，互民众惊吓造成防疫困难，几乎将会主动请假上班。布桃事件，我们其他的协力的医院，并没有群聚感染或医院感染的事件。那请大家这个不要听信谣言。马路也传出台铁列车自30起将过站无停桃园等热站对此，台铁局澄清这是假消息，强调会正向防疫。这个是假消息，绝对没有不停桃园中立这样的事情。另外，也有人收到写120年2月1日起，行政院决议逐人补助疫情援助金，新台币7万，佮有申请的网址，也毋过大部分民众一看，拢讲有问题。应该是假的，因为没有政府没有公告啊。因为基本上你可以上那个行政院网站去查一下嘛，一看就知道那骗人的。行政院指出，这个内容传播真久，经过几摆变形，拢是假消息。专家也提醒，若当地不便的连接，恐惊有治安外泄的几率。
它网页本身可能就是附带有病毒连接或是首页绑架。另外一种状况的话，引导你到一个看似官方网站或者是一些重要资讯的网站，透过一些表格，比如说个人资料的输入啊，或者是账号密码，然后信用卡卡号这种方式去骗取你的个资。专家建议民众上安全的确定方法，就是为原本的新市中判断所属机关，搁前往官方网站查询，避免受骗。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期间，交通运输的防疫措施，已经指挥中心有收到交通部的规划，按算高铁、台铁、客运、国内航空伫顶悬拢袂使食物件，而且高铁嘛要取消自由座，台铁要管制客票的人数。详细内容伫最近就会对外公布。代替高铁车厢内底特别禁止食物件，因应国内疫情升悬，交通部提出加严版公共运输防疫措施。高铁代替国道客运、国内船只、国内线机舱内底拢袂当食物件，除恢复生理需求的啉水甲食药啊，结束了后爱赶紧挂催安。另外，高铁确定伫春节停卖自由座，代替是管制客票，一日厝上济120张，也就是平均每一节车厢上济客15人。交通部评估，因应高铁春节期间全面对付，按算应释出46.7万的位，避免排队的时阵等自由座的群组。因为毕竟高铁还是蛮快的嘛，所以忍一忍就到了，为大家的安全，为大家都好。就戴好口罩就好了。对对对。基本上也不吃东西。对对对。代替高铁各车站大厅停止办理活动，甲照出去。另外，交通部也要求大众运输工具的场站消毒措施要增加。以代替为例，亲像自动卖票机，目前一天消毒差不多42摆，加严版的防疫措施都要增加为24摆，相当每小时1摆。目前这份加严版的大众运输防疫措施已经送到指挥中心。相关的事情，今天早上，林佳龙部长在院会也有予以说明那我们大家都同意交通部的基本的方向。那至于就是说什么时候公告，那等到我们这边把行政程序完成就会行政程序来做公告。交通部表示，去年春节因为疫情汹汹爆发，大众运输量比前一年下降2成左右。今年疫情搁起来，民众也可能选择家己开车回乡。各道高速公路的流量可能会增加，针对各服务区的防疫措施，也要求经营业者严格落实。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出现本土病例，大型活动拢取消。台北市长郭文铁表示，内湖暗时看烟火活动，还有春天阳明山的花季拢会取消。还有过年期间，嘛用旅游警示来管控每一个景点的人数。另外3月份伫台南后壁要举办的台湾国际兰花展，即嘛宣布停办。上阵上赞去年的 QR code 来扫描，台北市长郭文铁成功领到线顶的红包。国内疫情压悬，郭文铁今年取消扫街拜年，嘛袂去公庙发红包。拜庙行程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取消，为什么？因为你市长到了，那大家领红包就站一排，就要人群又聚集。最近各地大型活动嘛拢停办，郭文铁嘛佮宣布取消内湖夜莺、右边山花季等等的实体活动。市民家己去看花，大家甲嘴挂好。过年期间会伫各大景点设旅游警示、人流管制。戴口罩去看花，你就算路过也可以去啊。所以尽量不要去干扰市民的生活了。过年在放假期间，你知道我们让每个旅游景点会有个警示点，就是说人流太多，我们会把它让它标示红区嘛。那大家都说这人太多不要去。原本3月份在台南后壁区举办2021台南国际兰花展，嘛宣布停办。市长黄伟提指出，因为这个展览是国际兰花业者交易甲交流的平台，今年国外买主甲评审团拢无法度来，所以决定停办。兰花展常常在一个展间里面是半开放式的。虽然它一直会换气，但是事实上毕竟是密闭空间。如果说疫情趋缓的时候，不排除在第2季或第3季的时候举办。毋过附近的白河区茂密花季的活动是照常举办，因为去年活动期间吸引27万的游客来。区公所强调讲，会加强宣导防疫措施，呼吁来看花民众一定要甲嘴烟挂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捷运万大线本地要通过土城国小甲金城公园，因为当地民众反对，昨市府开专案会议，居民伫外口抗议。新北市政府即马表示，目前的方案会摆渡金城公园，未来时间嘛会避免去影响到土城国小。
反对捷运万代线规划要通过金车公园甲土城国小，居民下晡来区公所头前抗议。有学生的家长强调讲，未来捷运通车所造成的噪音甲震动，会影响师生的身心健康。若是百年校区，可能嘛无法度承担大规模的施工。反对路线规划，原入要好好来底。每一个新的学年都会有200到300位的学童入学，代表着200-300个家庭。捷运一旦弯进校园，将影响未来50年数万个学童及其家庭。居民原本将新北市都心委员会伫下晡来金车公园现场勘查，不离个后来无看到，该伫咧卫生所头前表达意见，针对居民抗议真济个，呼吁讲甲公园保留落来，还有捷运路线应该离国校较远咧。新北市城乡局表示已经调整。金城公园的方案，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排除。以后我们的施工或开放空间的保留，也会跟学校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来避免影响这个师生上课受教的权益。城乡局嘛强调讲，本案开发未牵涉到私有土地征收，毋过居民也是怀疑，若是要保留公园，是安怎捷运的轨道也是弯入去公园甲国小，敢是欺骗人民，所以要求所谓审查会议，路应该爱公开透明，嘛袂当拒绝因来监督。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欠水，有一寡所在水压较低，中华岛民众表示讲，过年前想要摒厝内宣布水通用。在水公司是表示讲，因为水资源真正无够热，国不将爱降低水压无法度。趁好天，中华新港乡民提水讲想要洗物件，毋过水道头存半工就是无一滴水。安尼是不是转开了？可是没水就是没水，已经紧绷啊。当地居民真无奈，今年洗偌济算偌济，就算找到有水的水道头，拍开也是细工啊。居民讲实在真无方便。安尼咱2个公加强了，还下面我倒掉进去哦。对了，水压不够了。啊，干洗就好啦。农历过年要到啊，中华新港乡的居民不止摒扫真困难，民生用水也爱较省力。为保持水压稳定，家家户户人准备抽水莫大，毋过逐工有水的时间无一定。居民讲生活真受影响，莫大也受害几啊个。早时较早5点就可以开水了，到8点放就有啦，逐头放足晚的啦。要记住啦。为什么要记住？无你莫大会小气，莫大一日几啊千呢？北中华部分地区虽然毋是减量供水的甘色地区，毋过还是爱常态性的减少供水。彰化市河北镇的部分地区，也有海线的线西乡甲新港乡，时间是逐工中昼12点到下晡4点，暗时10点到隔天5点。原因是地面的水源不够。常态性以前就是这样，因为彰化就是没有水库，没有地面水啊。自来水公司表示，北彰化地区因为地面水源无够，佮加上境内无水库水源主要来自北平的里溪淡水库甲丰原水厂，其他来源都是地下水。最近水情严重，河江水佮较咸，这就要等到鸟水淡水库完成了后，才能根本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台北凤山溪生态公园附近的土地，一直咧互人乌白倒粪扫。环保局表示讲，去年已经要求地主伫今年2月底之前一定要变好清气，若无会罚钱，会罚到改善为止。面头前这片挖1000平的土地，地点在新竹县竹北市。过去政府捌开3000万拍造生态园区，也受风台霜冻无决定起，拍远到今，煞去互人伫顶悬担粪扫。毋但有果菜、菜脯，阁有纸箱仔、塑胶罐仔，现场臭味冲鼻。本来一小包你很好丢，结果现在一大块的时候，它叠在一起，你很难动，因为你变成要非常大的工程才能完全把它清干净，成为许多人丢弃垃圾的一个天堂。我想在竹北，这是让我们城市形象蒙尘的部分，我们感到非常的痛心哦。环保局表示，去年4月接到民众报案。参相关单位现场稽查，要求地主限期改善，但今年2月底进前爱甲变清气，那么依法开罚1200块至6000块，一直罚到改善为止。我们会看它的情节的状态，然后持续就是去做一些相关的巡查跟监督，然后就是如果这个部分相关的它的废弃物的清理的部分不尽理想的话，那我们会按次处罚。环保局表示，未来加强在附近巡查。
提醒民众若是佮发现乌白蛋粪扫的代志，会使卡1999专线，还是卡向警方报案。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留学生转来到咱台湾，用线顶教学咧上课。教育部最近嘛有放令规定，要承认这款的外国学历。若准是安尼，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可能会出现摕到外国的文凭，所以拢毋捌出国去读册的状况。想要七个独立自主，交各国朋友的生活，赖林着2018年8月到墨尔本大学读语区，继当年开启大学的生活。因过2020年3月澳洲疫情大爆发，只好先转来。但是我的那个墨尔本就一天100个人这样子，就是有很多群聚感染。在那个时候，他们对于在路上戴口罩的人也都很不友善。去年3月转来高大，赖林着以远期教学完成2学期的学业。伊讲前时期课业退步，后来因为惯习远期教学，找到转来学习的步调。我大部分就是我会把课排在早上，这样子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早一点起来，让我自己不会就是可能早上就不见这样子。去年后半年也有申请到国外大学的学生，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国，也用远期教学。为此，教育部最近佮公告函释大学办理国外学历采进办法，远期教学时数会当单程采进伫休业时间内。有一些学生其实有陆续有反映说，那他其实已经在台湾开始进行远距学习，所以他也没出国。那也不知道他在他的整个休业过程结束之前呢，他有没有机会真的出国？如果不幸就真的都没有办法出去，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再发了这样一个新的令示。教育部表示，因应疫情的应变方案，学生有愿爱提出当地国家学校文件证明做判断。对此，赖林着认为，要出示证明无困难，也毋过应该无人想要一直远期落去。期待疫情等候，今年8月登去墨尔本大学读册。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公路总局最近有甲家己市政府合作，若准较侪会议驾驶要换驾照进前，就要先进行认知检测。换到驾照，79岁吴老先生真欢喜。伊讲，伊赛车已经30-40档啊，透过监理所所办的身体检查，证明伊的身体功能甲反应，还可能继续赛。你若无安尼，算无保障嘛？你无感觉讲目睭好，司机好，你危险嘛？对无？恁即马安尼代表无危险啦。公路总局讲，时大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有甲悬一些，主要甲身体机能有淡薄仔关系。为了要让75岁以上的时大人知影家己是毋是够适合开车赛车，所以甲地方政府合作，加强对时大人的宣导。目前为止，来换照的率是75.3%，75.3%。那我们当然会持续的跟各地方政府合作。来提升我们这样一个换照率，包括咱乐龄的这据点，甲长照西点的据点，甲失智的据点，拢总啊提供出来，含这个公路总局来合作，因为行动的这个检验车就使到咱的据点。嘉义市进前这个卫生所会提供这种服务，这么甲公路总局合作，市区内有80个所在，会当协助时大人换驾照。嘉义市卫生局讲，厝内若是有75岁以上的时大人，抑阁伫咧骑车赛车，会当请伊来做检查。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看榜来看，伫网络时代，囡仔爱看影片，吸收新知识，接触外国文化，方式真多元。即摆有团队用咱台湾各县市的特色做主题，推测出囡仔影片，用台语讲文化，推测在地特色。街仔路足热闹的，有乐队，有艺歌，阁有人咧分歌吹。用台语讲过人放水顶的传统文化，佮搭配高水的导向，要互囡仔了解台湾的在地风俗。制作团队自台湾的角度出发，希望台湾的囡仔了解生活中的文化。主题咱就是讲台湾每一个县市，咱拢爱做一集。像咱这本就是讲家人这个中元节，伊有一寡祭典，足有特色的。先介绍贵人中元节的祭典，接落来还有屏东客家的主题，花莲原住民文化，甲婚姻布袋戏的单元。
团队所摄出的影片甲有声书，拢有本土语言的版本，伫制作的时阵也拄着困难。咱原底讲的华语要翻做台语，也是即个刻意，伊的用的字，也是用的字，拢会无共。这你就无法度用华语去交换，伊一定爱问过专业的老师。虽然制作的过程真辛苦，不过因也受到真侪肯定加鼓励。推出之后，大家反应都很捧场、很热烈，就是还甚至还问说他可不可以上架到什么更多平台，让更多小朋友听到这么用心的有声书这样子。成果受到大家的肯定，团队伫咧制作的时阵，也对家己的母语有更加深的认同。就连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讲台语，可是他跟我们讲话就会自动切换成中文，我就觉得很可惜。如果那个时候是推广大家学台语、学母语的话，我说不定就可以跟爷爷奶奶、跟长辈很流利的聊天这样子。对故事的内容、红仔的设计、声音的传达，拢真用心，希望建立囡仔的文化认同加公民素养。以后团队会继续制作其他县市的文化特色。希望台湾的囡仔看过了，有法度介绍家己国家的文化甲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关物资予有需要的人，国外真实看到共同分享的冰箱。即马香港嘛有，每一个所在拢有无共款的发起人，通互民众会当就近做善事、做好代，帮助有需要的人。有一台蓝色的冰箱踩伫咧路边，有一个大波人送一罐食物来，将这款物件放伫咧冰箱内面。这是社情体育基金会创办人简中文所发动的在地共享冰箱活动，内面有菜、食物、生活用品，有需要人会当摕去用。It's like a dignity that people, when you go home, you open your fridge to get food. I mean, this is everybody's doing the same thing. Okay, so I want the people to just feel like they're going to, even it's a street, but it's their community, it's their home. 这个蓝色的冰箱是踩伫咧香港的佐敦五常街顶头。边仔是曲棍球中心加小型的公车站。发起人简良文利用回收站提供的满地的冰箱，家己加工切做蓝色，伫冰箱门顶留写，摕你所需要的，送你所想的大字，就人采一罐食物，互伊寡需要的人。我覺得做善事嘅嘢其實冇話一定要做得好大，即係要好大規模。其實少少心意咧，都已經係可以貢獻到自己嘅心意啦，同埋貢獻到呢個世界咯。共享冰箱24點真久攏踩遐也無鎖，確實幫助當地街友。有街友看到冰箱內有罐頭甲茶米無去摕，頂多是摕上下骹層的胖來食。所以即馬簡良文若要採物件時陣，拢盡量揀迄種會當摕來就隨食隨啉的食物抑個飲料。I hope all the people should learn I cannot say learn, because I'm not teaching them. I just want them to feel, to recognize themselves, being part of the community and being part of the contributor, to contribute to the community. 雖然有人講，這種活動是唔是互一寡貪心的人，把冰箱內面的物件攏摕了，或者是把規台冰箱搬去背。簡良文講，因為無法度監督，確實真歹預防這種情形。也過也講，只要對方有需求，就算把內面的物件攏摕走，或者是把規台冰箱摕去背，也算是幫助對方。甲伊當初要幫助人的想法是同款的，伊也是繼續提倡這種活動，幫助更加多有需要的人。公司新聞陳思彤編輯。疫情影響生活嘛，影響不遮濟人的經濟。塞浦路斯就因為疫情的關係，即馬流浪鳥大增加，因為飼袂起，才烏白放散。來到這會當看到無共灰色的米克斯鳥排幾排，這毋是鳥咪的主題樂園，是地中海塞浦路斯島巴福斯的一座流浪鳥收容中心塔拉克斯。只講，因為疫情，即馬流浪鳥又變多。A lot of the cats that we've got in our care have been abandoned, normally in the car park, normally as youngsters, normally unsterilised, unvaccinated, not very healthy. So we do our utmost best to try and sterilise them, make them as healthy as possible. 輔導講，因為疫情有真多人離開這個島，和無人飼的鳥增加差不多3成。伊講，本來島頂頭有真多外籍甲上重國籍的居民。因為經濟歹就轉去家己的國家，因嫌帶動物出國手續麻煩，佫開錢，所以就等的。
有一寡是本地主人受疫情影响，无钱通买饲料。另外，疫情也互收容工作变做更加困难。以前也有人专工自国外来这要收养猫，验过即马货运航班减少，交通费提悬，甚至收容所无定期受疫情影响就会关起来，减少收养的机会。塔拉坎斯即马有800只流浪猫，猫若入来遮，就要先该绑起来，互因袂死。这正重要，会让减少流浪动物的数量。塞浦路斯农业部讲，因去年总共开大票250万，补助流浪动物袂死的手术。不过兽医讲金额无够，为让干那靠袂死的手术，也怪有亲像是定点流浪动物普查的配套措施。农业部讲会伫未来进一步改进作业流程。公司新闻林浩如报道。天气报道仔来关心受强烈冷气团的影响，气象局有针对台南以北1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今日是伫北部、东半部温度会比昨较低，高温大约是15度至18度。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0度，上悬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16度；外岛是8度到1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明仔载同这时间咱再会。